今節在約翰6:38安樣講到咧，耶穌講咩？因為到我從天堂來，唔係做我一個合意嘅事，但係我做佢派我來嘅事。嚟啥派佢來呢？天父派耶穌基督嚟世間做上帝天父合意嘅事。係咪嘅天父合意呢？就係呢啲講到，在呢個約翰6:40樣講到，呢就係天父嘅合意，為了每一個人相信嘅，每一個人相信嘅人啊，得到永遠嘅生命，也就係上帝合意嘅，為了乜嘅日後嘅大世界復活，當世界過世之時，世界得到復活，萬人相信耶穌基督。得到永遠嘅生命，雖然自己嘅肉體過世世間呢啲，因為到人生假設人講緊在世間裏，自己嘅靈都唔有死，自己日後得到復活，在耶穌基督裏面，也就係上帝合意，每一人得救。睇身耶穌講，我都係從天堂來做天父嘅合意，也就係天父嘅合意，為到每一人相信耶穌基督唔會得到處罰，但係得到永遠嘅生命。也就係咩人容易，也都係以隻謙卑嘅心嚟相信耶穌基督係一救主。人不然嚟相信啦，你下兄弟姊妹，聽我禱告你就得到，你聽我禱告，我講一句，你講一句，你得到嘅恩典。嚟，即刻嚟禱告，主耶穌，我相信你係我嘅救主，你係我嘅上帝，我心中你相信，我求你信任。你係天父派下嚟贖我嘅罪惡嘅方面，我相信你是復活，我也得到你嘅恩典。當你行我心中你相信，我求你信任，我得到永遠嘅生命。主祝福大家，阿門。